經書講在1哥林多10:13節咁樣講到，係講你擔到各樣嘅試探，甲就係日常嘅試探，唔會超過人類嘅力量。試探講咩呢？試探就講到各樣嘅問題，各樣嘅痛苦，各樣嘅煩惱，各樣自家反手腳擔心嘅，甲就係喺度試探。那上帝講唔會超過人類嘅力量，但係呢，因為到上帝都係忠心，佢唔會講摸財自家，但係佢冇本呢個試探超過自家嘅力量。當自家掂到呢各樣嘅試探嚟講，佢本自家亦係如何出，而是本自家由嚟解決一各樣嘅痛苦試探煩惱，為了咩嘅呢？為了自家能擔嚟講，那這樣嘅自家嚟勸前主、勸前上帝嚟禱告、嚟求一個恩典，佢本自家力量、本自家精神嚟行呢各樣嘅痛苦、各樣嘅煩惱、各樣自家擔到嘅試探。佢嘅一個通才，本自家力量來對付一切咧，帶自家去得勝嘅路。阿門。